你们是不是很习惯，就是唱一首歌，然后要跟你们聊聊天？我是非常喜欢聊天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聊90分钟，我唱10分钟，80分钟讲话。对。所以说最近就常常就会到大学里面去演讲，讲了一大堆，学生们都觉得意犹未尽。这也奇怪，为什么2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？就是我没有草稿，我的草稿就是我的人生经验，我的草稿就是我的生活故事，我的草稿就是我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，所以我都把这些融入在演讲的题材和题目里面。那我也把它就是放在我的音乐里面，用我的观察，然后把这些事情故事记录在我的音乐专辑里头。那最重要就是我会将我的母语记录在专辑里面，可以将我的母语呢传承给我未来的孩子、孙子、第3代、第4代、6代、100代。所以很开心能够做音乐，但是做音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对，忽然间你怎么没声音了呀？对呀，我通常会听到他在后面被打枪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为什么呀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容我。对，所以对，现在是音乐教室开始了。这一场，你是要弄那个东西吗？不是吧？对吧？我们今天没有要唱那个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首歌叫姐夫啊，我是在工地实习了3年，然后创作了我这次这张叫做《布里西亚》的这个改编专辑，然后很多的题材是去亲身去体验那种工人那种辛苦的工作，大太阳底下、艳阳底下，然后刮大风、下大雨、打雷，有人被电死了，就亲的目瞪瞪的就看到被电死了，对，所以有人摔下来什么之类的。但是他们为了要养家，就是没得含苦，所以我特别去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花莲的台东地区的阿美族人，从小因为念太多的这个受教育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小学的，可能没有毕业了。有人念了7年的1年级还是没毕业，所以正好就谋求一个对家里有帮助的工作，就是这种打工工人，然后去了解他们，把他们的生活故事就写在我的专辑里面。刚恰巧呢，我去跟了一个头啊，这个工头啊，就是我的姐夫，亲姐夫，他很严肃的，我想休息10分钟，我说不行，喝个水不行。这个是良心的工作，要把人家的这个房子盖得好，不然到时候地震倒了，对人家就是不好交代。你说你做了那么多房子，盖了那么多房子，那你的家在哪里？为什么不买几栋房子给自己住？可能就是生活更富有一点。那我的姐夫讲，我的家是在花莲，我盖的我不能动的时候呢，我就回家啊。你还要回你的家乡？我说对，我的家在那里。只有那个地方我睡得好，坐得稳，睡得舒服，睡得香，吃得开心的地方，就是我的故乡。所以这首歌我就写这样的故事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拍手了。I'm
安宁。